看不好。墨学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修行人的那个走火入魔的事情。因为我经常会听说有些人走火入魔啦，或者怎么样的，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是第一个，我想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下才会走火入魔？走火入魔的它的一个症状是怎样的？还有就是说，走火入魔了以后呢，他这一世的修行是不是就彻底就是说等于没有用了？那么然后他的下一世又会怎样呢？因为我们的相续是连续的嘛，那他这一世走火入魔，那下一世他是不是从头来过还可以重新来，还是会有影响？这就是墨学的一个问题，希望看部能够解答，感恩看部。走火入魔是吧？这个我就经常听过啊，就是别人说走火入魔，但是这个走火入魔的它这个用词呢，好像也并不是说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得艾滋病类似这样的很具体的一种。你走火入魔了，下一世会怎么样，今生会怎么样？其实好像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是修行过程当中对他有一种过度的一种反应，比较极端了啊，就是这个走的比较极端了，产生了一个比较相反的一个作用。我个人觉得这些都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就是可以形容的。那它有几个因素啊？这个有几个，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你本来要这个修行要这个如理如法，也如理如法，就是说你有一指善知识，然后听闻佛法，然后闻思，然后要这样按部就班的要去学。可是不是，你可能会自己这种就是随便呢，就是就不尊重这个传承的要求，不尊重他的一些仪式啊，各方面的一些条件，然后你自己修。因为这个修行呢，有时候是它就像密法的话，有七满明定啊，很多的一些实质上的一些要求。然后这些呢，如果你自己做的话，会容易做错的意思啊。本来就是走火入魔，就是容易做错了，进错了。明白吗？进错一个地方的意思，所以这个错误，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会严重，可能会不怎么严重，可能还好能够停下来，可以回来，回得来，有各种各样走火入魔。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问说下一世会怎么样？其实也许会这一生也可以有救的，明白吗？因为这是一个走火入魔，也是就是走一个弯路而已。那另一个呢？比如说你闭关的时候，也许是你一开始闭关的时候都是正确的，可是呢，你就是因为闭关的时候有些呢禅定啊，然后一些修行啊，就是有一些方法有产生了错误，或者你自己觉得我今天好像有一些现象，一些佛菩萨的现象，你以为是我是真的是一个大成就者，或者有时候有这一个情况是。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个现的一些神通，小神通，然后呢，你开始就是东张西张，然后你自己开始产生傲慢，然后你自己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一个金刚大师，这种都是一种走火入魔。所以你本来要学的是佛法，但是进入了一个魔的一个门而已。其实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宝珠荣波切说。你就是如果有时候我们也这样的话，就是听起来是那做什么都是好像是很难进行的，但是实际上是菩提心呢，就是最大的妙药。你就是七心上师修菩提心、慈悲心，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风险。这个风险里面就是。所讲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走火入魔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走火入魔就是我看看有一些闭关啊，有一些修一些法的时候，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自己的一些，然后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必须，然后他没有这种善教方面的一些极端的一个其实实际上是这种想法是非常狭隘的。然后他觉得非要不可，就是要这样。
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都你要否定。这种自现象就当中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邪见，这些都是某种程度上是走火入魔。但是经常为什么说是你就是如果没有善知识没有上师是比较容易没有这个传承你修会走火入魔呢？因为你不懂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样无法想象的一些事情出现，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就是每个阶段都要解决很多问题的，修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有些呢密续里面的有些字面上所讲的你以为是看得懂，可是没有上师的巧具是你的解读和实际的它的意义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万一你完全相信了这个字面的意思，你也会容易做错。我觉得走火入魔应该是这些都是在主要是什么呢？你就是没有控制到自己，然后就走到一个不寻常的比较极端的偏激的一个路。修行最好到了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人好像我昨天看到一个宗喀仁波切的一个开示，我记得就是我们要修行是要成为要比较其实看起来要更正常的人，更和谐的人，更觉得思维正面比较自在的一个人，而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很不一样和很奇怪的一个怪物啊。所以这个走火入魔就是有时候变成怪物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主要也是你的心态和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个种种的这个过程，然后你自己可能是见解各方面有限，然后就是你没有这个一直善知识，没有闻思的能力，没有足够的菩提心，那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我现在问你啊，这个你们道教里面的这个走火入魔，你们的理解也是这样吗？对的，就是说，墨学的走火入魔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主要是精神上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比较多的，而且您知道吗？就是我们很多人一听到哎你学佛，然后就会跟那个就觉得你好像就有这个，因为有些时候我会比较用功的念咒啊，而且有些时候我会跟人家讲一些。然后我家里亲戚或者什么就会说，哎，你别走火入魔了，或者怎么样，他们经常就会说这个单词，他们就觉得你就像刚才宗喀仁波切说的呀，就感觉你有点不正常了已经。但是呢，我说的走火入魔呢，就是真正的就是可能精神上出现问题，而且我也看到过有这种案例，然后好像就没得救了一样，就是哪怕他碰到那种高僧大德或者什么，好像就救不过来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而且我就在想，那他下一世怎么办呢？下一世他是不是可以从头来过？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也听那个有一位大师说过，他说如果你们修行走火入魔，那我情愿你们就做一个一般的人，也不要修行，就是那反而更好。那我就在想，哎呀，看这个走火入魔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而且有些时候你还不如就做一个你就不修行了，可能还好一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走火入魔，尤其是比如说一些闭关的人呐，你是禅宗，其实这是一些心理出现问题，而且有一些幻觉，你把它当做一些过度的幻想的，这个也是一个走火入魔。但是另外一个呢，我一直觉得观念上有一个非常偏激的、非常极端的、比较负面的那种，绝对是走火入魔，明白吗？这种闭关的时候，有些呢就是没有这个足够的他的这个那个巧觉的一些帮助，然后可能会这个精神出了一些障碍。那这个确实是一个障碍，但是对精神的修行也是障碍。但是反而它不一定影响太多其他人，那跟下意识更没有关系了。下意识是他自己跟着他的业力，不是说是他现在的精神有问题，下次也会有，绝对没有这样的。决定的道理，但是如果现在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就是乱改、乱做、乱弄，然后就变成这种佛法，就是对佛法的这个认知上有一些很大的偏差的时候，这是见底的问题。另外一个，这个闭关当中出现幻觉是一个觉受和一个修持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我们用逻辑来分的话，一个是见底层面，其实是更可怕。这样如果就是慢慢走到一个的话，就是我发现其实是有些时候是很多邪见就是这样来的。其实邪见也是一种走火入魔。对，本来就是这样。
嗯这就是最严重的走火入魔。做佛法，然后就慢慢没有成功，产生另外一个邪见，这是一个走火入魔。嗯，对，那墨学是有一些，应该是明白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是一般的来讲的话呢，那怎么办呢？其实是按照系统，就像我们入菩萨行论啊、普贤上师言教啊、谦行啊、真行啊，比较系统性的学习的去抑制善知识，那就比较，无论是见地上或者这个觉受和这个禅定禅修上的这个走火入魔的风险都可以降到最低。然后那个具体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信密乘的话呢，就是多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七句寂静论，然后呢就是经常就是发就是菩提心，那这两个是就是最殊胜的这个方式。听堪布这样讲，我就放心了。其实人家说，真的觉受上走火入魔，那还要等到一定的境界才会碰到这个事情。但是见地上的走火入魔，我觉得我们也挺容易碰到的。对，有时候呢，我看到前年呢有一些呢，比如说吃素这个事情呢，就是有时候你是吃素是绝对没有菩提心。我上一阵去年前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师兄啊，他在这个微信里面发这个对吃荤的人的那种攻击是非常激烈的，这样是一种走火入魔。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会，虽然是他觉得是吃素很好，反过来就是他可能也批评了或者诽谤了更多的这个菩萨和阿罗汉和一些僧众啊，这是吃素本来就是不是唯一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标准嘛。所以这种就是无限的，他对这种一个进入一个极端的状态，就是走火入魔。感恩堪布解惑。OK。